我係 Jacqueline， 2015年喺澳洲 Sydney 翻嚟嘅。我覺得翻到嚟最大嘅挑戰係適應啦，無論喺工作方式啊、生活方式啊、環境啊等等，都係好大嘅挑戰嚟嘅。咁其實我喺澳洲嗰度都有做過下 part time 咁樣啦，但係同啲同事嘅相處啦，同而家翻工同同事嘅相處咧，又真係好唔同過，因為其實發現兩笪地方嘅工作模式其實有少少唔同咁樣嘅。咁除咗呢樣之外啦，咁我同屋企人啦相處啦都要重新適應過，因為始終我喺外國自己生活咗都8年幾9年咁樣。咁呢啲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挑戰嘅。咁咧我覺得翻到嚟之後咧，喺工作方面都有好大嘅適應啦，因為以前咧我喺外國咧都係 part time 咁樣工作啦，咁都唔算好長工嘅時間，同埋大家都好 friendly 啊，好 nice 啊咁樣啦。咁但係翻到香港咧，可能個步伐比較急促啦，大家做嘢又好大壓力咁樣啦，工時又好長喎，咁所以大家嘅工作啊，都好似個態度都好似好穩陣咁樣啊。咁我覺得對我自己身為一個基督徒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做見證嘅時候嚟嘅。因為我工作嘅場所啦，好多都唔係基督徒啦。除咗咁之外咧，大家都咁大壓力嘅時候咧，如果喺入邊咧仲可以好好咁樣做見證咧，其實都真係可以好俾人睇到啊！我係一個基督徒，其實有幾個唔同嘅。咁除咗咁之外啦，咁有陣時翻工可能都唔係好似以前讀書咁樣啦。以前讀書就知道啊，我為咗成績啊等等啦，可以好好努力啦。咁有陣時翻工咧就覺得唔通我真係為錢要咁受氣呢個感覺。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，我覺得天父都好好咁樣 remind 我啦，就係其實我工作咧係唔係為咗我個 CEO， 唔係為咗我老細咁樣，而係真係為咗神去工作咯。咁呢個嘢都真係好好咁樣撐住我，繼續喺呢度工作咁樣嘅。